今天是2019第二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天在这里我要感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上帝的恩典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能够到你的教会敬拜你，这是我们何等的福分。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让我们来这边得到你，然后来这边遇见你，能够得到你满满的祝福，在你的弟兄姐妹的身上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有一架从温哥华要飞到纽约的飞机，当他们快飞到的时候，座舱长就进去要看一下去飞机的驾驶舱看一下这个驾驶飞机的机长当他进去的时候，看到这个机长趴着睡觉，他就进去把他摇一摇，奇怪也不动了，给他的鼻子用一下，这个机长已经没有气息了。他这位座舱长他非常的害怕，飞机快要降落了，离开纽约不远的地方，那怎么办？他就开始呼叫地面上的那个导控的那个引导飞机降落的那个像是控制室它就一直无线在联络。当这个控制室的人接到这位座舱长的求救的时候，大家也开始非常的紧张，他们都怎么办？然后就叫那个一个资深的机长来，开始教这个座舱长叫他怎么去操作飞机自动控制，让他能够很顺利的降落。今天我们的人生就像这架飞机一样，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会遇到的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新的一年开始，我们都很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风平浪静，经过一个很美丽、很安静的一个年，让今年能够得到很快乐的一年。2018我们都知道，因为中美贸易战，让整个世界经济开始往下掉，每个国家都因为经济的关系非常紧张，尤其是新兴市场的这些国家，你看币值的贬值，有的贬值到像委内瑞拉贬值了几千倍，土耳其贬值了30%、40%，但是我们台湾还算是非常好的，我们甚至也没有贬值，还升值，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虽然在2018我们能够很安然的度过，经过到2019，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在上帝带领之下，让每个人都能够过得美好的生活。上个礼拜牧师讲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要寻找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上帝创造我们，是唯一的，我们是特有的，没有跟别人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信息就是，你来到教会，你要做什么，得到什么。真的，我们来到教会所盼望的就是能够得到耶和华上帝祝福满满在每个人的身上。在这个诗篇16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金诗是非常的珍贵，他用金诗来表现，就表示说这篇诗篇里面的每个句子都像金子一样的珍贵，非常美丽，非常有力量，会帮助我们。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愁云惨雾的天气，但是到他结束的时候是晴空万里，很美丽的世界。所以在这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
体会到人生的起伏，人生的变化是非常无常的。我们知道这一篇诗篇里面是大卫他被扫罗逼迫跑到西湖的地方去那边避难。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他并没有因为说他是被逼迫、被追逐，他生命随时有危险，他就离开了神。他知道他唯一的依靠就是就是耶和华上帝，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大卫他一辈子从一个牧羊的孩子，能够打倒歌利亚，能够当上最后以色列的国王，这一切都是他，因为他很依靠神。我们知道，一个依靠神的人，他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他都知道要抓紧神，神是他的帮助，神是他的依靠。所以他今天他求神保佑他，他投靠神。他并不像我们敬拜的神，并不像一般的民间宗教，有事情我们才去庙里面拜拜，求他保佑我们。我们的神是跟我们永远连在一起的，所以大卫在这里，他求神保护他，是求神跟他的连结，跟他生命的结合，不要放弃，一定要时时刻刻耶和华在他身边保护他，让他能够在危难的时候有所依靠，有所庇护。所以他的生命绝对不能离开神。所以他第二节就讲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相信，在圣经这里，他讲的并不是说我们物质上的好处不在上帝以外，我们本身就是要得到上帝，得到耶稣是我们的一切在这里，他要是我们所追求的是在主里面的美跟善，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得到主耶稣的美跟善，我们就能够得到主耶稣的一切，我们得到他的真理，我们得到他的一切。所以在这里，大卫他对耶和华说，他是他的主。我们家里面几乎大家都挂着耶稣是我家之主，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想说，耶稣真的是我家之主吗？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先跟我的主人报告一下？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跟我的主商量一下、祷告一下？通常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亲朋好友哪一个人帮我解决？我们想到的就是说，赶快能够找某一个人来帮助我。但是你要知道，人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非常微小的。当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抓紧的是主耶稣，抓紧的是上帝耶和华。我们并不是要靠某些人，靠人会走掉的，靠山会倒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依靠某个人，依靠某件事情，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的一切。在这里，大卫他被扫罗追逐到西湖的时候，他躲到山洞里面去。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说要求谁来拯救他，他跑到非利士人的地方，他还是认为耶和华是我的主，他的一切并不在耶和华以外。他认为他的好处，他的一切，他的美善，他跟主耶稣的关系，除了在主里面，他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得到他的祝福，他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紧主耶稣，我们要抓紧上帝耶和华，让我们的一切祝福都能够从他那里来，能够从危难的时候转机成我们的新的一个盼望，一个新的得到新的祝福的结果。
那第三节他讲到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爱的。在我们教会里面，这里圣灵就是教会的兄弟姐妹。从古时候，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他们一个家族，这家族从亚伯拉罕、雅各，一直到犹大，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所做的坏事，并不是每个上帝拣选的人都是很完美的，不是上帝拣选的人就没有缺点的。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拣选我们，这是我们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福气。所以他这里写说，上帝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并不是说指他们都没有缺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成为圣灵，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清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没有罪，所以才会又美又善，最可爱、最美好。但是我们每个人要知道，当我们成为美好的圣灵的时候，我们要更加保护自己，让自己能够更加圣洁，让自己能够更加的爱周边的朋友，爱弟兄姐妹，让这个家庭能够真的又善又美的一个家庭。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是主耶稣何等的福分，拯救我们，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祝福都一定在主耶稣里面。没有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完全不能做什么，完全没有这些福分。就像葡萄枝连在葡萄树上面，没有葡萄树，葡萄枝绝对不会结果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我们像走到海边，我们才知道这么渺小；走到高山才知道我们像一个尘埃这么渺小。我们真的，我们人是非常渺小的，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离开上帝、离开主耶稣能够做什么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看到每个圣灵，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变成又美又善，我们是非常喜悦的。当初大卫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帮助他的人也是都是一些坚定信仰上帝的人。所以他才会说，他的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他最喜欢的。第4节，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会增加，他们交奠的血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的神。大卫在非利士人的地方，非利士人是拜大滚的庙，大滚神的。他在那里，他虽然在异地，但是他没有去敬拜非利士的神。这点我们也非常重要。我们很多地方，在我们的职业也好，在我们的活动的地方，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人家叫你祭拜，人家叫你在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不同的宗教仪式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分别为圣。有的人问我说，在人家庙里在拜拜的时候，可以不可以让他请客？当我们知道他是拜拜的仪式的时候，我们就绝不能让他请客。当一些拜过的东西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就不要吃，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我的老板跟我讲，你拜你的主，你信你的主耶稣，你又不会比我拜我的偶像，将来会更好，会更有钱。我就跟他讲，我拜我的神，我并不是要求有钱，我拜我的神是要求平安、求喜乐的。虽然我到现在都没办法像他们那么有钱因为他是股票上市的公司但是
我感觉到到现在我是非常满足的喜乐，因为我天天可以跟主耶稣跟我的神在一起，天天能够跟他讲话，天天能够跟他在一起，得到主耶稣，得到满足，得到永远的福乐，这是何等的又善又美。我们今天兄弟姐妹来到教会，是何等的福分。耶和华第5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保守。我们都知道，我们拥有主耶稣，拥有耶和华，他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财产是用不完的，我们的富足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在主耶稣里面，他的赏赐是非常丰盛的，非常丰富的。只要你不足以的话，向他求，他就会给你。主耶稣也跟我们讲，你凡事要祷告，你敲门他就给你开门，你所求的他一定会给你，但是不要奢求。当我们需要一部汽车代步的时候，我们跟他求，他会给你一部汽车。但是你说这部汽车一定要变质的，他可能不给你，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好的。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耶和华他本身，当他是你的产业的时候，在耶稣亚征服了迦南地以后，他把迦南地分给12个支派，在这分给的12支派，只有利未人，他没有分到耶和华就说我是耶和华是利未人，产业是利未人的份主要是利未人他在服侍上帝。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利未人，在服侍上帝。所以当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可以从耶和华那里得到的产业是无穷尽的。人家问我说：“谁最富有？”我都给他说：“我最富有，因为有一个天上的富有的父亲，他让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器皿，他给我们的份非常多，这个杯子的东西时常会福杯满溢。这些福气是要让我们享用的，这些福气是要让我们知道信耶和华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祝福的。所以在第5节当中，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们所得到的，我们现在的产业，他是给我们的，他还替我们保守。只要我们不去做坏事情，只要我们不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想大家的产业，上帝都会保守他的。所以我时常在讲，你人生要翻转，从贫穷还是从一个很卑微的身份，要翻转成一个高尚的人格，翻转成一个上等的人。信主耶稣比读好的大学还快。你信主耶稣的人，他的翻转真的不是我们想得到的。像高俊敏牧师，他的祖父高长，他就时常在讲，我要留给我的子孙，就是一本圣经跟一根十字架。他会因为这2样东西会让我们的子孙得到上帝的祝福。他的子孙不是医师就是牧师，到现在是第4代、第5代都还是一样。所以每个人，你们要知道，我们的祝福来自上帝，不只祝福在我们这一代，也祝福到你的下一代、第2代、第3代、第4代。只要我们不离开耶和华，我们每天都要依靠他，每天都完全的得着他，你会知道你的福气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多有一位国王，他要分财产给他的3个儿子，他问老大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那一栋城堡。” 他
他就给他。他问第二个儿子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很多金银财宝。”他也是给他。只有他第三个儿子最聪明，他说：“我要你，我只要父亲你就好了。”他拥有父亲，他就拥有国王，他拥有一切。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要遇见耶稣，要得到耶稣。当你得到耶稣以后，你的生命全部翻转，你有新的生命，你有新的福气，你整个耶稣满满的祝福在你身上，他充满丰盛的生命在你身上，你永远用不完，你永远得到，永远的跟你永生永世都在一起。第六节用耶和华用神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主耶稣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当中，每个人都是经过测量的，上帝给你的份都是固定的，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你的能力，你的地在哪个地方，他都有经过测量给你的。在我们新约也有讲，有5000，上帝有5000的5000的责任，2000的就2000的责任，1000就1000的责任，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所以上帝给你量的地区也不同。每种职业，我们每个人，我们每天在上班，当医师的有医师的职责，当企业家的企业家的职责，当员工的有员工的职责，并没有说哪一种职业是高尚的，并没有说哪一种职业是上帝特别给他特别祝福的。每一种行业上帝都很祝福，每一个人的行业都是上帝赐给你的，你绝对要很乐意去做，很乐意去接受。在英国爱丁堡有一间教会，他来了一个新的牧师，他就去拜访他的会友，到一个在做皮鞋的家里面去，他就跟他谈了很多神学方面的问题。他这个皮鞋的师傅，他也回答得很好，他每个神学方面他都回答得很流利。这位牧师说：“好可惜哦，你应该去当牧师，你们应该去读神学院，你不应该在这里做皮鞋。”这位皮鞋师傅就跟他讲：“牧师，请你收回这一句，我做皮鞋是很高尚的，我做皮鞋是上帝给我的职责。我现在做的这双皮鞋，你知道是要做给谁的吗？我这双皮鞋是要送给史密斯的遗孀的儿子的，因为他父亲死掉了，他很孝顺他的母亲，所以他很认真在工作。现在冬天来了，地上会有冰，会很凉，会伤到他的脚，所以上帝启示我说要给他做一双鞋让他穿。这也是非常神圣的工作，并不是说当牧师就是很神圣的工作。当一个鞋匠，他也非常神圣的工作。在17世纪，法国有一个劳伦斯，我们都知道修士里面，劳伦斯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修士。他在修道院里面，他在厨房做厨房的工作，但是他每天都非常的喜乐。人家说很奇怪，你跛脚在厨房工作本来就很不方便，为什么你天天工作量这么大，你还天天唱诗歌，非常喜乐？他说你不知道，我天天耶稣陪我在旁边工作，我天天都很喜乐，因为早上起来就跟他开始讲话，开始问他今天怎么样，他就叫怎么安排。所以这位劳伦斯弟兄，这位修士，连他们的主教有问题都要来请教他，因为他得到主耶稣，他知道每天过的生活都很充实、很喜乐。他并不把他的厨房的工作当作很粗贱的工作，他当作很高尚的工作，所以他每天在工作的时候都很高兴、很喜乐。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也一样，不一定来一个同工，他所做的工作
都是上帝给他的，没有说哪一个工作比较高尚。我们当信徒的，我们做的工作比较粗俗，没有这种区别的。当牧师有牧师的职责，当长老有长老的职责，这都是上帝安排的。你在教会久了，你训练到什么程度，上帝就会自然给你安排什么职位。但是我们要乐于上帝用绳子给我们量的，都是美好的家，都是产业，都实在是美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羡慕别人，怨恨，感觉到自己是那么卑贱，那么微小。上帝赐给我们的都是很好的福分，让我们每天真的享用不尽的福分。我们内心一定要真的很感谢上帝。第七节，我们必须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里警戒我。我们都知道，在诗篇第1篇第2节就讲，唯有喜悦耶和华的律法喜悦耶和华的律法的他便是有日夜思想，他便是有福的。我们的福气从哪里来？从耶和华来。那你要怎么去得到？你就是要从圣经里面耶和华的话，天天去想，天天去用这些话来勉励我们、鼓励我们。甚至于他说：“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在夜间我内心深处还是要用上帝的话来勉励自己，来警戒自己。我今天里面在夜间人最会犯错，我今天里面有做什么对不对的事情，我们用上帝的话语来反省，我们内心有什么好的不好的，我们应该改进什么，我们应该要忏悔什么，我们应该有什么高兴的做好的跟耶和华讲。我们要与神能够交通，随时在祷告，随时在主里面跟主耶稣交通。我们内心时常要用他的话来警戒。为什么教会要开这么多的训练课程？就是要让你们能够更深入跟主同在，更深入与他对话。因为你要是没有学习他的语言，你怎么跟主耶稣对话？你不了解说要跟主耶稣对话，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些跟对话的内容？你要从圣经他的话去了解。所以，在教会牧师他安排的这些课程，都是要我们在每个层次进入到我们拥有主耶稣的一切丰盛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们一定要追求这些东西。我一直到现在68岁了，我都还天天在祷告，天天在读经。因为我知道，我从年轻到现在，我的一切真的是主耶稣给我的。我从来台南读成大就留在台南，我的一切都是主耶稣跟我同在的。我到55岁才去读神学院，人家笑我神经病，这么老来去，甚至有比较老的牧师跟我讲，你这根本不符合经济价值嘛。我说我读神学院不是要得什么经济价值，我又不是求职要自己有事业啊，我为什么一定要算牧师的薪水1个月要多少？最多给你10万好不好？又不是很多，对不对？所以我去念神学院，有的老师就跟我讲你真的很奇怪嘞，你就奉献就好，为什么要读神学院？我说不一样我读神学院，我了解，我从读圣经知道上帝的旨意在哪里，上帝要我做什么所以你自己读圣经跟听牧师讲又完全不一样。上帝圣经里面每一句话，真的像蜂蜜那么甜。等你了解了以后，对你生命的帮助，你会感觉到它真的比金子还珍贵，比蜂蜜还甜。为什么这边到最后说你要有满足的喜乐？这喜乐从哪里来？从上帝来，从主耶稣来。
你要是没有主耶稣，没有上帝，你就没有办法有喜乐。第8节，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每个人在世上，哪一个没有被环境影响到的？为什么这么多人忧郁症？为什么这么多人怕空虚寂寞？真的，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现在的社会上，忧郁症的人特别多，因为他每天受环境的影响很剧烈，环境变得太快了。真的，我从开始之后，我们开始的时候根本，我在大学的时候，电脑要打一个电脑，还要那个电脑卡去到那边打了以后送到那个电脑里，说像我们这个教会这么大，还去排队去打卡。现在我们的电脑连手机都能够用了，世界进步很快，所以我们的在信仰里面，我们也要随着时代进步，我们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跟随主耶稣，绝对不能改变。我们可以吸收很多新的资讯，吸收很多新的这些观念，但是在信仰上绝对不能改变。这些资讯，这些新的 AI， 只是能够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传出去更快。在我们得到信仰里面，我们要得到的资讯很多，我们很容易像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不懂的话，你找随时都可以找到这些意思。你可以很快的不必找人，就可能从电脑得到这些解决。这是我们在时代改变的时候就应该要做的。我去马鞍峰教会看他们的聚会，真的我吓一跳。他们的教会就像在唱诗歌，整个荧幕都是那个声控的。还有雷射这样像舞台一样在表演。他们的圣歌队在唱的时候，我也讲这是多新奇的啊！每个人弹吉他、跳舞的都有，很活跃，很快乐。所以每个时代的时候，你都是要跟得上时代。我感觉到富强教会都已经非常新了，非常现代化了。去到那边才知道，我们的教会都已经落伍了。他们一个教会可以容纳3000人到5000人，全部坐满，外面都坐满。他们一个星期，然后5场到6场，还有很多婚会都客满。他们去那边就是要得到主耶稣，每个人都很渴望，每个人进去到教会，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但是看到很多人都在流泪，因为他们很渴望去那边得到主耶稣，要得到这些耶和华满满的祝福在每个人的身上。一些很祝福的教会，就是有很多很期望、很渴望的会友，他们渴望去那边得到祝福，得到满满的福气回去。你看美国跟欧洲不一样，美国的祝福就是因为这些教会很兴盛，欧洲的最近比美国差得很，经济无论科技什么都差很大。问题就是欧洲的信仰已经都堕落了，欧洲的教会都沦为什么？沦为观光圣地，都沦落在让人家参观而已。他们的信仰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上帝的祝福已经离他们而去。所以你看，美国一直在富强，并不是因为像川普这种人会很厉害领导嘛，像一个疯子一样。但是他们在支撑美国的，只是谁？是我们这些教会、这些基督徒，天天在祷告，天天在求上帝祝福美国。我想现在台湾虽然是中共一直打压，但是我们台湾每一个人，尤其我们教会，天天都在祷告，为台湾来祝福，为台湾来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力量。
所以在世界的动荡当中，我们台湾还算是很稳定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对我们的主耶稣，要是有盼望、有希望，无论环境怎么变，我们都不会变。所以他这里写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前面。”我们为什么把耶和华摆在后面？你摆在后面，你就不依靠他，依靠自己就好了。我们摆在前面，就像当初耶和华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就云柱火柱就带领以色列人，这在前面。我们依靠耶和华的带领，我们完全没有一点点害怕，一点点信心动摇的跟随他。把它摆在右边，右边是祝福的源头，也是权柄的源头。我们要让它在我们的右边来保护我们，赐恩赐给我们，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在跟随耶和华当中，我们不必害怕，我们随时都能够，环境怎么变，我们永远内心都不变，因为我们有主耶稣，有耶和华，让我们当我们的依靠，当我们的磐石。我们永远不必害怕，这是非常大的福分。第九，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要每天都要快乐。在腓立比书4章4到7节就有讲，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喜乐，你要喜乐。我们必须要每天要喜乐。你有事情的话，他叫你凡事感谢。凡事感谢，要祷告，把事情要告诉主耶稣，他会让你意想不到的平安。这是主耶稣他的对我们的应许，对我们的命令。我们为什么要喜乐？喜乐才能知道我们有得着耶稣。很多人看到基督徒知道他是信基督的，他是信耶稣的，因为信耶稣的人的脸的喜乐。跟没有信耶稣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不会说皮笑肉不笑，我们的喜乐是完全从内心出来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跟人家在一起，我们都很喜乐的表情，我们不会说绷着一张脸在笑那种，像拉皮过的那种笑容，你会感觉到很别扭，很难过。所以耶稣爱我们每一天，在这里。大卫他每一天都，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要没有烦恼，能够平安，能够每一天能够将你的重担、你的烦恼交给主耶稣。不然的话，你怎么去快乐？你的灵怎么去欢喜？你的肉体怎么安然居住？每天都有病痛啊，每天都有怎么样啊？你要是越想这些事情的话，越烦恼这些事情，你就越没办法得到快乐。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把一切重担交给主耶稣。我们不要把重担带到教会，聚会完的重担又挑回去了，绝对不要这样。来到这里，我们把它交给主耶稣，我们把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重担、病痛，一切交给主耶稣。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他一定会替我们解决的。你一定要对他有十足的信心。有一个走钢绳的，他很厉害，他走过去又走过来，大家都一直鼓掌拍手。他就问他们说：“我现在要背一个人，从这个山谷走到那个山谷，谁敢让我背？”结果大家都安静如声，没有一个人敢出声。只有一个小孩子，他举手，他让他背过去，再背过来。人家问那个小孩子：“你怎么这么有信心让他背？”他是我父亲呢。今天我们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像走钢绳一样，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天父，相信我们的父神，背了我们绝对没有问题。让我们每天生活在他的照顾之下，让我们安然居住，心里都能够平安、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在整个生活当中，完全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的前面，放在我们的旁边，右边的地方，让我们随时依靠他，
不是像我们挂一个十字架在车上这样就保护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圣经放在旁边，这些都是象征，没有什么意义。你真的要把耶稣放在你的心里面，在你内心的深处，我们随常跟他在一起，随时跟他讨论，随时跟他你有什么事情，大事小事都跟他报告。我们都知道王雪红的姐姐王瑞华她每次要上班的时候，我听他们的员工在讲，他旁边的人在讲说，他一定要祷告到今天心里面平安，他才会去上班。他要是祷告没有祷告到心平安，他就今天就不出去。我们虽然没有像他这样，但是我们每天出门的时候总是要祷告一下，叫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所要走的路，让我们都很平坦的走在平安的道路。我们知道随时要发生意外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只要我们能够交托主耶稣，他会保守我们每天所行走的路都能够得到他赏赐的平安跟我们同在。第10节呢，因为你亦不将我的灵魂也在阴间，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句都时常用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死了以后，并没有身体并没有朽坏。所以这一句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灵魂，我们人死了，埋葬在坟墓当中，但是我们的灵魂并不会因为我们埋葬而朽坏而死掉。我们要去跟主耶稣在天上，我们要去跟他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灵魂。在这个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得到能够将来要到天上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生命都很快能够去到那边。所以他这边第11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边有永远的福乐。在这边生命的道路，这非常的重要。我们人的生命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我们自然的生命，我们肉体，我们老了以后就自然会死掉，这是自然的生命。第二种就是得救的生命，当我们洗礼了以后，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心中承认，嘴里承认，就是得救。得救的生命是每个基督徒洗礼以后就有的。但是第三种就是要，你就是要丰盛的生命，永久的生命到主耶稣那里，跟主耶稣在宴席上同桌的话，我们要到永生的地方去，这就要去追求了。要到天国，并不是说随随便便都可以去。天国像窄门一样，必须努力的人才能进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服侍，必须要进入小组里面去互相扶持，兄弟姐妹的彼此扶持。为什么我们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这些的训练，都是为了我们将来能够到永生的地方去。永生的地方并不是说你没有准备就能够去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例子，像提灯笼的10个童女那些例子都是要我们勉励我们自己。当我们稍微疏忽的时候，我们就失去这个资格，失去这个福分，能够去到天国的地方去。在我们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就更不简单。这个喜乐，我们要有喜乐就不简单了，还要有满足的喜乐。你没有主耶稣在的话，你怎么能够满足？我们的喜乐都很短暂的。你今天买了一辆新车，开不到1个月就没有那种喜乐了。人家问乔丹说：“你 NBA 冠军，你高兴多久？”他说：“高兴1天。”再来，明天开始要准备下一季的比赛了。所以我们人每天都要准备明天
明天的明天我们要准备要工作，要做很多事情。我们每天怎么去快乐，怎么去喜乐？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喜乐是主耶稣给我们从内心上来的，那种源源不绝的涌出来的喜乐，并不是说一下子短暂的快乐，完全不一样。那所以我们追求喜乐的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主耶稣跟我们同在。达赖喇嘛跟南非的主教在对谈的时候，他说人生最大的意义在哪里？他们的结论就是说，要有一个快乐的人生。你要有快乐的人生，要哪里去找？只有到教会找主耶稣，我们内心才能喜乐。每个人都遇到很多困难，很多的事情，唯有主耶稣能够每件事情帮你解决，每件事情帮你很圆满的解决。当你回过头来看你以前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内心非常的感谢。我们必须时常感谢，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有那种恩典、恩赐跟我们同在。那所以，我们的生命，它会指示我们，在我们的面前，它会赐满足的喜乐给我们。在你的右手有永远不困，有永远的福乐。上帝他会在那边赐给我们永远的福乐，让我们这一辈子跟下一辈子都能够有他的祝福跟我们同在。今天用诗篇第16篇跟大家祝福，耶和华祝福满满在你们的身上。